这是咱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世界有囡仔，就甲恁同款。囡仔生活的所在有树仔、花、溪流、湖和动物。有影呢，大自然就伫咱的身躯边。今仔日是啥物人要带咱去看大自然有啥物神奇的咧？是维尼。嘿，你是会高水的？今仔日要上场的是细细只的动物，小人要来小解汤拖，互咱知。สวัสดีครับผมชื่ออาโปครับนั่นคือผลงานผีเสื้อของผมครับ泰国的 Apple、Venezuela Isabella、德国的 Rasmus， 阁有埃及的 Slim， 因要小解家己国家伫涂骹有的鸟围整的汤拖。Venezuela Isabella 伫花园内静静地观察狗遐。泰国的 Apple 要找看卖啊，哪会出这款声？德国的 Rasmus 和伊的朋友要找神秘的海盗君仔。埃及的 Slim 甲伊的囡仔伴发现涂骹有细细只的动物，咱来去看卖。我来找伫涂骹扫来扫去的细只动物。对。صح كانت في ذي وانا معي 要一挂狗遐，哇！因走来走去，走足紧呢。你看，这只咧搬凭家己较大的物件，因是大自然的清洁队。الجدودة فين؟ يلا ايه这是豆棍啊！ايه ده؟ دي خي الدودة اللي حيكون أنا لقيت هنا حجرات كتير. 因扫来扫去是较辛苦的春秋。هتتحرك. بالعلبة أيوة عشان نعرفه كمان伫泰国，逐工拢足热，四界拢会使听到一种声，迄是啥物人的声？这是水豆油。水豆油会当伫水面行，毋过迄毋是伊的声，这是水豆丁。人讲伊会互你好运。毋过伊嘛袂出声。这是草莓啊，伊咧食物件，毋过伊无出声。即只草鸡仔手有够长。毋过无伴着嘛声，
这只草虫有6支脚，较早听讲有2.5点，毋过伊拢点点。是刺毛虫，伊以后会变乌蝶仔，毋过伊袂出迄款吵人的声。野公龟，伊嘛是点点仔行。是苍蝇，毋是伊出的声。这空空的是昆虫的壳，无定就是一个线索乌，声愈来愈大声，敢会是狗遐咧叫的声？毋是哦，因干那撞来撞去都无用，毋过着吱吱。声音是对这附近来的。就是这只虫的声，伊腹内有发烧器，伊的腹肚一直震动，就会发出足响的声。这么细只的动物，会当叫遐尔啊大声。咪咪，阮兜的花园有狗遐，你看伊的速度足紧呢。恁兜的花园敢嘛有狗遐？咪咪咪哔哔哔哔哔，咪咪咪，嘿嘿，咪咪，嘿嘿嘿嘿，啦啦啦啦啦啦。阮要来做狗遐，阮先摕一块黏土，甲黏做几6块，佮甲染甲像长长的烟枪。你爱甲染来染去，才要做狗遐的骹。狗遐有6支骹，阮爱佮加染过。身躯着爱扫3碗黏土来倒，爱甲黏土扫互圆圆。
搁烧2粒细细的白黏土，搁添1粒细粒粒仔的乌黏土。目睭搁订好啊！搁来细哩，甲脚黏起咧身躯顶。咱家己做的到遐就做好啊！喂，弟弟，嘿嘿哟，喂咪。阮今仔日有一个足特别的计划，要去找新买的海盗棍。这一步一步的，拢是海盗棍的屎。敢有看到迄个坑内底秘一只海盗棍？伊甲山仔吞落腹肚，遮有足侪海盗棍。阮最想要看到伊。爱找着因当咧食物件甲放屎的所在。遮敢有物件咧震动？无，也是遮，嘛无。遐有，紧来学看卖。讲句，阮找到一项物仔，粉桥。阮阁找着讲糖的讲。但是即马嘛有，就是无海盗棍。即马海水咧涨啊，海盗棍会软入比较深的山仔里，明仔载才过来。咪咪。今日记得顶回，咱用囡仔的沙条学沙找海盗棍，迄无效。今仔日阮有适合的家私，嘛知影安怎找海盗棍。伫海盗棍的屎边啊，用签仔签落。甲底仔的沙挖出来。你看红色的糖，毋过海盗棍是黑色的。红糖含树两共款，足够春秋。Da ist der langgezogen. Da ist aber kein Gang. Doch? 遮有海盗棍的步空，伊哪食哪做，着做一条门空。So, und jetzt auf 3. 1, 2, 3.
Da ist noch ein Gang. Da ist noch ein Gang. 有一只，哎，什么？ 啊，毋是我的。 Okay. Komm, du Kleiner. Geh wieder ins Bett. 毋过总想找到神秘的海盗棍啊！这是西金龟圣教堂。4000外当前，埃及的人就对伊足迷，会做龟仔形的手环，求好运，因为西金龟真正足神奇的。 会做一粒大西球世界链，袂输迄是地球也是日头。今仔日咱嘛要来做家己的幸运手环，头一步先做手环。 菲老子用粗线编手环，甲一条线放伫主线顶面，另外一条线穿过裤仔，就亲像咧拍甲安尼，刷落来幼红。 我当咧穿手环的珠仔，爱甲珠仔一粒一粒用尖刷穿过。珠仔会当全部共色，嘛会当全部无共。 上尾，甲西金龟形的宝石搭起嚟，这就是埃及神圣的龟仔哦。这是咱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四界有囡仔，就甲恁共款。囡仔生活的所在有树仔、花、溪流、湖含动物。 有影呢，大自然就伫咱的身躯边。伫涂骹也是食物顶细细只的汤拖，因对大自然来讲是足重要的哦。因有的足水，有的声音足大。狗遐甲大自然斗摒扫，海盗滚会食沙仔，互土地健康。伫一寡国家，细细汤拖是足神圣的。 高达也相信因会带来好运，就感谢 Rosmas、Salim、Apple 和 Isabella。拜拜哈。今仔日和咱分享恁国家的汤拖。当然咯，爱特别感谢伟美，甲咱所有人合作伙。